Taste of fat. 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只有3隻，下跌有27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7552 南方恒科上升6.9%。9992普普馬特上升0.2%。941中國移動上升0.1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，沽空比率68.1%。7226XL2南方恒科，沽空比率50.0%。2057中通快遞，沽空比率38.8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0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34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6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71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3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1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8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5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57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6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49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13隻。連跌3日股票有183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跌幅頭30隻股票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5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11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33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9隻。MACD 日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日線強勢信號有股票3隻。MACD 日線弱勢信號有股票3隻。今日係交易週末，5週1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3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6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10週2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51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隻。5週10週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
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。黃金交叉股票有22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1隻。本週最大升跌幅股票，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。本週最大升幅股票。本週最大跌幅股票。週線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5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41隻。MACD 週線轉強或轉弱股票，出現 MACD 週線轉強信號有股票6隻。MACD 週線轉弱信號有股票18隻。MACD 週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週線強勢信號有股票10隻。MACD 週線弱勢信號有股票2隻。Taste the Fed 第3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